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新竹市有民众请机车行的头家来灌风。头家看这个车链也无耐落，而且公里数嘛无悬，抑阁是一台新车，无需要灌风。但是这个民众真坚持，讲徛起来车链就是无风，头家只好把机车放去伫架仔顶，用仪器来检查。 结果检测无问题，就甲这个民众收10块的检测费。这个民众真袂爽哦！伫个网络顶，甲机车行留真差的一星的评论，头家嘛去泼泼，讲收10块真合理，希望对方甲一星的评论摕掉。 车行的头家将汽车牵到起降台，头家摕机械检测前后链，车主伫边敢若是车头家，搁再检查看卖。 严格规套的检测流程做落来，无发现任何问题。想要到车主将车牵离开了后，事后车主伫网络甲车行留下1星的负面评论，都是因为头家检测了后，甲收10块银。轮胎看起来没有问题，然后之后我就把车签下来，跟他说这样总共10块钱，然后他就给我，我不知道他离开之后就打我1颗星了。 代志就发生伫昨早起，新竹东区这间机车行，车主甲业者讲机车需要灌风，头家看恁那并无冒泪，认为应该唔变，又搁发现机车才走477公里是一台新车，也毋过车主坚持机车徛起来就是消风，业者检测了后发现拢无问题，甲收10块钱的检测费，车主竟然留下1星的负面评论。 网友家庭头家认为讲，敢讲互医生检查，无破病就免挂号费心。注水设备、水电技术，各项嘛拢爱钱，收钱是天公地道。也有理性的网友表示讲，后摆会当先甲对方讲清楚费用。这很没品哎，才10块钱，然后你就要跟人家打负评，那你就不要给他用啊。因为现在物价这么高，所以我觉得收10块打负评是不是去的人有点？ 比较抠。他车子也没跟我买，也不是没给我修过车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我只想说他过来跟我拍摄一下，三个1颗星就好了。虽然有真侪民众尊重车行的专业，不过嘛是有人感觉连10块嘛要收，后摆上好先开前介绍再来检测，较袂双方拢无欢喜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